上次講完 K 歌之王留言區有觀眾朋友話想聽潛龍勿用，既然你哋想聽心流研究所，今次就順眾要求同你哋分析呢份歌詞。不過我要戴定個頭盔先，你哋以為自己點緊一首熱血嘅搖滾金曲，但其實你哋係召喚緊一隻心魔。如果話你知呢首歌其實係一單綁架禁錮案嘅現場錄音，唔知你仲敢唔敢聽落去呢？留意下頭幾句歌詞。貴重財物要好秘密，你就藏在我心，用電話聲箍到頸背敏感，你年日繼續留下我指紋。財物、電話繩箍頸、留低指紋，呢啲唔係戀人碎語，呢啲係變態殺手對住獵物講嘅說話。主角唔係將對方當係一個人，而係一件貴重財物。佢用電話繩嗰個年代通訊工具嘅象徵，變成咗刑具箍住對方條頸。呢個係一種充滿窒息感，甚至帶有暴力嘅暗示。今晚心流研究所要同你拆解呢首披住搖滾外衣嘅恐怖情人自白書。睇下林夕點樣領先25年啊！喺 PUA 呢個概念仲未流行之前呢，就已經將 gaslighting 同毀滅式佔有寫到入心入肺啊！歌詞接住落嚟嗰句，比起勒頸更加令人心寒。你別移動，你好大塵，快用肥皂擦身，就像頸鏈乖乖跟我貼緊。你好大塵，喺主角眼中，外面嘅世界係污糟邋遢嘅。而你同外界接觸過，你就係污糟嘅。呢種潔癖咧，其實係極度控制欲嘅投射。佢要你用肥皂擦身，唔係為咗衛生，係一種淨化儀式。佢要洗走你身上所有屬於外面世界嘅痕跡，洗走你以前嘅經歷，洗走你嘅社交圈子，直到你變成一張白紙，一張只屬於佢嘅白紙。跟住佢話：給你一柄手槍，不要給你子彈，他會跟你正面地溝通。呢個隱喻真係高招到極點。槍代表權力，代表殺傷力。我俾把槍你，好似賦予咗你權力咁，但我收埋粒子彈，即係話你有反抗嘅姿態，但你永遠冇反抗嘅能力。佢享受呢種權力不對等嘅遊戲，佢要你揸住把冇子彈嘅槍，同佢纏綿。呢個唔係溝通，呢個係閹割。佢閹割咗你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嘅攻擊性同自主權，令你只能夠依附佢生存。點解一個人會想將伴侶變成死物？喺度我要引用心理學大師 Eric Fromm 嘅經典著作《愛的藝術》The Art of Loving。Fromm 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共生結合 Symbiotic Union。佢指出未成熟嘅愛係一種病態嘅依賴。喺呢一種關係入邊，主動嗰個係施虐者。施虐者嘅特徵係乜？Fromm 講得好白，施虐者透過將另一個人變成自己嘅一部分，透過主宰另一個人，從而逃避孤獨同軟弱。你聽下呢段歌詞：你像財物要守秘密，你就藏在我心，用什麼雙手雙腳找你身心？以後恨人就勿近，以後寧願你不是人。以後寧願你不是人，呢句係成首歌嘅核彈。正常人拍拖係想對方做一個更好嘅人，但係呢個主角佢寧願你唔係人，因為人有思想，有腳會走，有口會駁嘴，只有死物、財物先會永恆不變咁留喺佢身邊，藏喺佢個心入邊。呢個完全符合 Fromm 對施虐狂嘅描述。佢要吞噬對方，佢唔係愛你，佢係想食咗你，佢要消滅你嘅人性，令你變成佢身體嘅一個器官或者一件裝飾品。咁樣佢先會覺得安全，覺得自己係完整嘅。咁到底乜嘢係潛龍勿用呢？喺易經入邊，潛龍勿用原本係話君子待時而動，未到時機唔好發揮住。但係呢首歌入邊，林夕賦予咗佢一個極度扭曲嘅新意義。為何那甜言蜜語印證你嘴巴有用？別以為長期陪着我會廢掉嘴角毛孔。為何那眉頭額角印證你鼻息有用？記住潛龍勿用，這樣玄妙，你懂不懂？
主角讚你嘴巴有用，美色有用，但係同時佢又禁止你用。佢話你係一條龍，你係有才華嘅，你係靚嘅，但係你只能夠潛，你嘅靚只能夠俾我睇，你嘅口才只能夠愛嚟氹我。如果你拎出去俾人睇呢，就係露眼，就係唔聽話。佢好驚你出名，好驚你叻，好驚你受歡迎。因為如果你飛咗上天，你就唔再屬於佢條電話繩箍得住嘅範圍。所以佢要不斷打壓你，話你知出面唔安全㗎，你要收埋啲爪牙，乖乖地留喺我個井底度啦。呢個係一種 PUA 入邊常見嘅打壓手法，承認你嘅價值，然後獨佔你嘅價值，最後令你覺得只有佢識欣賞你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如果個人咁變態，點解個女仔唔走啊？隻腳生喺自己度噶嘛？問得好，呢個正正係呢首潛龍勿用最細思極恐嘅地方。PUA 能夠成功，單靠恐怖係唔夠噶，佢仲需要一樣嘢，糖衣毒藥。睇翻歌詞有一句：我明明密運，宇宙唯獨我二人。宇宙唯獨我二人，聽落好浪漫。好似全世界得返我哋兩個相依為命咁。錯，喺心理學上，呢個係一種封閉式嘅共生系統。施虐者會不斷洗腦，令受虐者相信外面嘅世界充滿敵意，只有我呢個城堡先係安全嘅。Fromm 講過，被虐者之所以依賴施虐者，係因為佢哋恐懼孤獨，恐懼承擔自由嘅責任。當主角同你講，你唔使帶腦出街㗎，有我得啦，你唔使做決定㗎，我幫你揀啦。對於一個缺乏安全感嘅人嚟講，呢種被豢養嘅感覺係會上癮㗎。你以為佢係受害者，但喺某個層面上，佢可能好享受呢一種唔使負責嘅退化狀態。就好似歌詞入邊，佢叫你乖乖跟我貼緊，叫你唔好露眼。如果你真係信咗，你就會慢慢放棄思考，放棄反抗。你會覺得係咯，反正我都係一條潛龍，我出到去都係會失敗，不如留喺度做佢嘅財物仲舒服。呢個就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雛形。施虐者同被虐者其實係共犯，一個想吞噬人，另一個想被人吞噬，兩個人合謀謀殺咗叫做獨立人格嘅東西。所以林夕寫呢句宇宙唯獨我二人，唔係講緊愛情嘅偉大，而係講緊一種集體精神病。喺呢個只有兩個人嘅宇宙入邊，冇是非，冇對錯，只有絕對嘅服從同埋令人窒息嘅安全感。誓要人人各用，有用無用，你懂不懂？去到最後，主角已經歇斯底里，佢反覆質問你懂不懂，其實係佢自己都去到崩潰邊緣，因為將一個人物化，將一個人變成非人，係違反自然定律㗎。你越係用力去箍緊條電話繩，對方就越係窒息，段關係就死得越快。謝霆鋒當年唱呢首歌嗰陣，或者只係覺得個 concept 好型好 dark，咁但係今日我哋回頭睇呢首歌，其實係一個警世預言。佢話俾我哋知，當愛變成咗單方面嘅佔有，當密運變成咗宇宙唯獨我二人嘅封閉系統，呢個就唔再係愛，而係一場非法禁錮。下次如果你身邊有人同你講，我唔想你化妝出街俾人睇，你唔好做嘢啦，我養你，你留喺屋企得噶啦。你啲朋友個個都係啲豬朋狗友，唔好見佢哋啦。請你記得潛龍勿用呢一句歌詞，以後寧願你不是人。佢哋喺度試圖殺死你作為人嘅部分，千祈唔好做嗰條潛龍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種深度歌詞解剖，記得訂閱心流研究所，同埋分享俾你覺得需要被釋放嘅嗰位朋友。我係你嘅心流導航員阿玲，我哋下集見。